上回我们说到，怀宋的长公主跟大卫和亲，指明要宇文悦当驸马。这件事直接在大魏掀起了一阵浪潮。那么究竟是怀宋会成功并入大魏，还是宇文悦拒绝这门婚事呢？话接上回，和亲事情的发生，很多人都认为宇文悦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到了，因为此时的宇文悦已经是青海王，如果跟怀宋的长公主和亲成功，那便成为了怀宋的摄政王了。那时候宇文悦手中的权力远远比现在更为强大，即便是他们大魏皇室都无法制衡了。不过宇文悦本人却并未如此认为，甚至可以说这次和亲触犯到了宇文悦的逆鳞，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展开。而此时的宇文悦和楚乔还在咸阳的别院中度过春节的时光，两人并没有像皇宫中的那些人一样过着奢靡的春节，整日里载歌载舞，吃着各种各样的珍馐美食，反而是过得十分平淡。在宇文悦询问楚乔打算如何度过这个新年的时候，楚乔想了许久才回答自己想跟他到处走一走。所以在这几天的时间里，楚乔和宇文悦两人去了很多的地方，其中还有僻静的小巷子，还有破旧古老的庙宇，以及去看了游人非常多的庙会。反正只要楚乔想去哪里，宇文悦就带他去哪里，这也让楚乔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快乐。所以有那么一瞬间，楚乔感觉那几天的生活就像是做梦一样，但是握着宇文悦的手，一切却又那么的真实。在游玩结束后，宇文悦便让楚乔先行回屋休息，自己则是继续处理起了那些繁杂的军务和政务。主人，封将军来信了。宇文悦的贴身侍卫方楚走了进来，将一封信件交给了他。在乐器被成员杀死后，方楚就成为了宇文悦的贴身侍卫，帮助宇文悦传递消息。这一次方楚带来的信，其中言明了魏光已经有了二心，此时就等待宇文悦做出决断，并且还告诉了宇文悦，大梁那边的萧策对于他们所托的事情也很上心，今年的粮食必定会大丰收，一切都在按照宇文悦的计划进行着。青海那边也同样是一切安好，不过青海的人都在等着宇文悦回去，想要他回到青海中顺势揭竿而起。因为此时大魏内乱，不仅门阀疲惫，而且外有强敌，正是宇文悦揭竿而起的好时机。如果能够顺势掌控家族，然后将袁氏取而代之的话，天下也要以宇文悦为尊了。不过宇文悦却并没有这种想法，因为在他的眼中，就算宇文家族再不好，也总是他年少时安身立命的所在；大魏再不好，也是他的故土。如今外忧内患，他宇文悦又如何忍心在这满目疮痍的国土上再燃起一方狼烟呢？所以宇文悦不是不知道自己手下的那些人在想什么，只是他想要天下更为和平一些。对于前2年的遭遇，如果说宇文悦一点都不在意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尤其是在那种呼云唤雨、一呼百应的诱惑下，加上各种的委屈，相信没有男儿会拒绝造反。宇文悦曾想过自己推翻大魏的皇室，但真要走出那一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退却了。因为宇文悦在看到青海平原上的那些人们，在他无处可去的时候收留了他，也等待着他，带给了他们一个不用死人的冬天。所以最后宇文悦甘愿为了青海的那些人，放弃夺取荣华富贵的机会。在青海的那段时间，他终于理解了楚乔当初的一些做法。如果没有这样一次机会，可能宇文悦永远理解不了楚乔，理解那种创造和守护的乐趣。宇文悦志不再夺取大魏，更是不愿意看到他衰败沦陷在别人的手中，因为他之前阻挡了大魏和大梁的一战，当时就已经成为了定局。只是想起当初跟袁彻的誓言，宇文悦的眼神中也出现了一丝寒芒。这一夜宇文悦睡得很晚，他想了很多的事情，也更为清楚了自己的内心想法。虽然曾经遭遇了背叛，但是想到了当初他那位老师的话，如果前方无路，那就自己开辟出一条路。宇文悦的心中也更为坚定了一些。在第2日一早，宇文悦又接到了另外一个消息，那就是蒙风已经被发配了青海流放。在楚乔跟宇文悦吃早饭的时候，更是有着一个急报到来。虽然楚乔不知道其中的内容，却也知道宇文悦就要离开了。一路上，他将宇文悦送到了北城门外，两人之间并没有说什么话。我走了。宇文悦走到了一个长亭外后，便转身对着楚乔说道：哦，路上小心。楚乔轻轻地点了点头。两人从最初重逢的激动退却后，就开始变得越发的疏远和冷淡了起来，似乎不知道该如何跟对方相处了，只能说着一些无聊的场面话。我走了之后你要去哪？可能先去一趟大梁吧。
然后呢？然后我也不知道，也许会到处走走。楚乔说的这句话时想了很久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，而宇文月也沉默了许久，才问出那个十分在意的话：你会去燕北吗？此时宇文月的眼睛认真地看着楚乔，等待着他给自己一个答复。那里住了好多年，该看的风景也都看得差不多了，况且我现在身体不好，可能受不了北方的寒冷。得到了这个回答后，宇文月点了点头，但是却不知道该继续说些什么了。他的心中有着一些盘旋许久的话，却始终无法在此时说出来。最后宇文月也只能转身向外走去，连最后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。而就在宇文月上马的那一刻，楚乔突然在后面喊道：宇文月，谢谢你。随着这句话脱口而出，宇文月的马也立刻飞奔了起来。其实楚乔并不是不愿意留在他的身边，只是在秀丽军全部战死后，现在的他已经没有能力再站在宇文月的身边了。而宇文月自然也是尊重了楚乔的选择，无论他打算走上什么样的道路，宇文月都会在之后追逐上去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必须要先行离开，有着更为紧急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去解决。在宇文月离开后，楚乔愣愣地在原地站立了许久，似乎心中又失去了一样重要的东西。一场大雪将大魏京都覆盖了起来，而宇文月也就在这一天回到了京都府邸。在回府后，他没有任何的犹豫，立刻前往了一处客厅之中。在客厅里有一个男人正在等待着他。路上还顺利吧？宇文月将宝剑卸了下来，然后招呼男子坐在了椅子之上。还好，就是不太适应京都这脂粉气了。男子微微一笑地回应道：此人是大魏的皇子袁彻。经过了多年的边关历练后，他身上的气息完全不同之前的那种嚣张跋扈了，多了一些沉稳的感觉。袁彻跟宇文月探讨和亲事宜，前有狼后有虎，宇文月该做如何的选择？看看你现在的气色，似乎并不将燕北这次的手段放在心上。袁彻看着宇文月神情自若的样子，也是直接分析了起来。在第一次北伐的时候，怀宋就秘密支援燕北的粮草和军需。第二次北伐，怀宋又多次在大魏东部搞军事演习，以此来吸引大魏的注意。完全可以确定，怀宋跟燕北之间有不为人知的联系。但是至于是什么人出面说服怀宋长公主去配合燕北谈双簧，这一点袁彻就不得而知了。无需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只需要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就好。宇文月依旧平淡地说道，似乎根本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浪费时间。而接下来宇文月还是问了袁彻一些关于东北方的局面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将整个天下的事情在几盏茶的时间里就给聊完了。皇上的病如何了？在聊完了军事方面的事情后，袁彻还是问了一下他那位父皇。病入膏肓，想来是撑不了多久，但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宇文月此时的脸色微微沉了下来。如果老皇帝突然驾崩的话，也会将整个局面全部的打乱。他死不死，其实我不在意，毕竟现在我只跟他有父子情分。如果当初不是被魏叔夜求情，只怕我当初连发配的机会都没有。袁彻冷冷地说道，整个大魏的阴寒他算是看清楚了，什么父子，什么君臣，为了利益一切都可以背叛。而袁彻话题一转，还是开始调侃起了宇文月。要我说，你莫不如就直接答应了那个怀宋公主，看他们该如何应对。他们不是早料定了你会拒婚吗？你偏不如他们的愿。这句话一出，也让宇文月瞬间哑口无言。以不变应万变，确实是最好的破局之法。只是在宇文月的心中，破局也并非只有这一条捷径。既然他们要玩，那我陪着他们好好玩玩，正好吸引了注意力，给你创造出一个机会。宇文月沉声地对袁彻说道。不过当下还有给他们钻空子的机会吗？这是袁彻想了半天都想不到。而就在两人准备细聊的时候，门外便突然有人敲门。宇文月的贴身侍卫之一月九来信，说是宫里派人来接宇文月入宫。这个事情的到来，也让袁彻跟宇文月之间的话题立刻结束了。你小心掩盖好自己的行踪，万事保重。宇文月嘱咐了袁彻一句后，便将他从密道中送了出去。
而宇文玥也在袁彻离开后收拾了一下自身，开始让月九备车前往了宫中。这一次，宇文玥是打定主意要将这一滩水给搅浑，让整个局势变得扑朔迷离，谁也别想要独善其身。而他宇文玥也从不缺少这种搅屎棍的本事。在宇文玥准备行动的时候，大梁的萧策也立刻准备了起来，只是萧策的准备似乎还在那温柔的床榻之上。皇上，你已经有半个月没有进柔服殿了，这么快就将奴家忘了吗？在萧策前脚进入了柔服殿后，后脚子明夫人便轻轻地靠了上来，如同一个妖精一样，开始在萧策的耳旁吹起了温言细语。不过此时萧策虽然醉酒，但心中却依旧跟明镜一样。他已经疯了半个月了，难道还要继续疯下去吗？看着子明夫人娇嫩的脸孔，萧策还是将心底的那一团火压了下去。不过就在此时，门外也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皇上，楚姑娘回来了。”仅仅是这简单的一句话，就让萧策立刻扔下了子明夫人，向外走去。楚乔的到来才是他心心所念的。那么楚乔这一次会跟萧策说些什么呢？我们明天再聊。